正道、敬虔的生命甲信仰，请曾牧师。咱明天受圣经的话进前，咱搁一摆当心来祈祷。耶和华阮的上帝，你是阮家族、阮教会共同信仰、阮的生命的主，也是阮的瓦靠。伫这个年底新春要来，阮伫你的面前用感恩、用祈祷，求天父上帝你用你的话坚固阮。用你的圣心教阮敬虔的功课，互阮一生独只有敬拜你，耶和华阮的上帝。阮伫你的面前当主这个时，求你的阳光来热看伫这个所在，你的圣心运行伫每一个听你圣经话语的阮的姊妹、阮的兄弟，互阮静静听，将你的话写伫阮的心，阮安尼恳求祈祷。我靠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顶礼拜咱做伙祈祷，咱仰望上帝帮助咱的囡仔，因会当养成节制的功课。这礼拜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咱做伙带咱的囡仔来学习敬虔的功课。一个无敬虔的态度的父母，真困难。教出来敬畏上帝的囡仔，囡仔学习到敬虔，是因为因看到父母对信仰的态度，因看到因的父母怎样敬虔来守主日，因看到因的父母安怎用什么种的态度来面对这个信仰，一个有敬虔的外貌的父母。但是，若无敬虔的灵魂，咱的囡仔拢知影。所以，咱要教咱的囡仔敬虔的功课，这是一个真容易讲，但是无容易落实的一个信仰的功课。所听兄弟姊妹，愿咱接受教会邀请，咱做伙伫上帝的面前，咱恳求天父上帝，互咱的教会成做敬虔的教会，好唔好？咱做伙甲教会同工来拥有咱的囡仔，互咱的囡仔一生独敬畏上帝，完全伫主的面前将生命来仰望主。那呢，什么是敬虔？敬虔的意思就是敬畏，就是讲我既然相信这个上帝，我就敬畏伊，伫伊的面前。我有准则，我有敬畏。敬虔的意思就是因为我相信这个上帝，所以对我的心内真正爱我的上帝，也因为我对上帝这个真实的听，所以我对心中欢喜我的生活本身就是这种的礼拜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礼拜不是单单礼拜日，礼拜是咱的一生。应该是24小时，一年365日，时时刻刻，咱拢感受到上帝是我的上帝。所以咱的生活嘛是礼拜，咱共同的组织伫礼拜当这个神圣分别做成的时间嘛是礼拜。愿咱的一生享受敬虔的礼拜。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更加认真来参加礼拜。敬虔的人会准时，恁同意吗？敬虔的人无容易互你的手机啊，伫礼拜中大声吼。敬虔的人，伊进入这个礼拜当的时，伊的心有惊吓，迄个惊吓是对心中感觉讲，这个上帝是一个圣洁的上帝，是一个尊贵的上帝。今仔日我毋是凊彩，我毋是参加一个活动。我是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将我的生命甲伊亲近，伫敬拜中间来享受上帝祝福。这是教会对咱的邀请，咱的教会期待一年比一年更加进步。所以今年咱的教会有一个目标，
就是咱要认真唱圣诗。还有一个目标，就是要用咱的家庭来敬拜赞美。咱要互咱的家庭成做一个圣洁的家庭、和乐的家庭、敬拜的家庭。大人甲囡仔做伙伫上帝的面前，到代代无尽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经文，咱来共读。也愿咱的教会是一个敬拜耶和华的教会。也因为咱的心中，因为咱的定睛，因为咱的行为的警醒，互人知影讲，因信耶稣的人，因的行为是无共款的。这毋是骄傲，是出自一个心目讲，我的上帝是一个荣耀圣洁尊贵的上帝，所以我若听这个圣经的道理，我的行为要有无共款。愿天父上帝祝福恁的家庭，因为敬畏耶和华义人的后代，上帝要祝福伊到万世代。这是我对心中感谢上帝，因为我的士大人，我的先人，因将一个真宝贝的信仰教阮知，所以我感觉阮的家族是一个受祝福的家族。所听的姊妹，咱德登教会就是这种幸福的家族。所以顶礼拜咱的讲起要怎样教咱的囡仔节制的功课。咱的囡仔今年的夏令营、冬令营，因足认真参加这2天的圣经营，因真心中伫迄个所在咧讨论什么叫做节制。这个囡仔其实拢了解因家己的软弱，因知因最大的软弱就是3C 产品。哇！其实囡仔听道理吼，毋是用这听，是用因的生活甲因的心来听。我嘛头一摆对囡仔学到一个功课呢。刘义成讲有一种的软体吼，你若甲伊设定6点钟，袂使搅搅我，迄个手机啊，真正是6点钟拢袂叮当。我才头一摆知影讲哦，咱的囡仔嘛遮尔有智慧，用这种的 APP 的软体来控制伊使用。伊知影这个时阵是上课，这个时阵是伊需要专心读册时，伊就甲设定讲，比如讲3点钟、6点钟，然后伊讲无数，这个时间吼，真正只会当看时间，尔这个手机啊，拢总袂当做什么。我嘛我会当替你祈祷，上帝互我一种的 APP 吼，我就真正甲恁输入伫恁的生命中，恁做礼拜都无踮遐咧滑手机，吼，恁做礼拜都无伫遐度孤，恁做礼拜都无伫遐做其他的杂事。但是无事无这种的管理，上帝嘛不爱安尼做。上帝爱伊每一个囡仔是对内面是主动、有能力、有节制。节制的动机是因为敬畏上帝，恁同意吗？因为我敬畏上帝，所以我对我的行为节制；因为我敬畏上帝，我对言语节制；因为我对上帝敬畏，所以我的婚姻、我的生活要有圣洁，对不对？所以真正敬畏、真正节制是来自于敬畏，真正礼拜来自于对心中对上帝的听。主啊，你是我心所爱，所以礼拜这是我一定坚持，是我甲你约会，阮的家族大大细细带来见上帝的面。求天父上帝，咱的教会应该爱有健康的外貌，嘛要有健康的灵魂。你会当真健康，但是如果你若无健康的灵魂，你的囡仔会讲起，我的爸爸伫教会甲伫厝里拢无共款。我的爸爸伫教会内底有敬虔的外貌，但是倒到厝里又搁换一个人，因为基督徒是礼拜日的基督徒。圣经有一句真严格的话，伊讲有敬虔的外貌，但是若无敬虔的灵魂、真实的本质，无法度明白上帝真正奥妙的真理。兄弟姊妹，敬虔容易了解，但是敬虔无容易实行。伫什么所在敬虔？伫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上，意思就是伫你生活每一个细节的顶端，其实拢敬虔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祷告，
我外在要有敬虔，我内在嘛要敬虔。我起来工作的时阵，清醒的时我嘛要敬虔；我倒落的时阵困嘛要敬虔。弟兄牧师啊，咧困较有法度敬虔。敬虔的灵魂，会互咱或者生，或者死，或者活，或者醒，或者困，拢清气。我讲一个例，咱的心若有所想，有一种的欲望，暗时有时做梦嘛会梦到无清气的梦，恁同意吗？毋是咱愿意。因为伫咱的潜意识，伫咱的普通时的欲望的内底，迄个物件伫暗时有时会反映出来。但是如果咱的心内有敬虔的欲望的时，你会发现你的梦中开始改变，有真侪过去的惊吓、受气、遐烦恼、看路，甚至出梦无清气的，伫你的内心，因为咱的敬虔。咱的生命的灵魂得到洗清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的家庭真侪敬虔的家庭。兄弟姊妹，这毋是咱教会首创新的信仰的主张，毋是。17世纪伫德国的教会，因就推动一种叫做敬虔主义。因讲真理毋是用来了解，真理是用来实行。这种的教会叫做莫拉维亚的教会，对17世纪开始，这个教会开始推动这种敬虔的运动。因的主张，信仰是用来实行，信仰不是用来了解。敬虔主义对来，敬虔主义对清教徒，就是英国的清教徒，意思就是我的生活爱圣洁，我的生命爱清气。清教徒的运动、教会复兴、敬虔主义，带予欧洲这两个国家有足大的祝福。其实，这种的祝福早就已经写伫圣经的内底，因为敬畏上帝的后代，上帝要大施恩伫因的顶端。无论是英国，无论是德国，伫18世纪、19世纪，拢成做全世界上富足、有智慧、有能力的国家。愿天父上帝，互咱也经历到，对所罗门、对大卫到德国、英国，咱虽然毋免甲德堂教会号一个名叫做敬虔主义的教会，但是全世界教会应该爱有圣洁甲敬虔。互人痛心的，就是今仔日这个世代的教会有时无互上帝话做圣经。什么意思？就用圣经会当照人的意思去解释，圣经会当照人的意思甲念头去解释。我咧想有一日教会若无甲上帝话当作圣经的事，到底教会会变做什么？求主帮助咱，互咱无做青梅带青梅。求天父上帝将清气的心，将敬虔的态度，将节制的努力，放伫咱的家族，互恁的家族尊贵，互恁的家族活出上帝的话。伫早经的时，我甲兄弟姊妹分享讲，牧师是用嘴讲道，但是基督徒是用生活讲道。所以有一句话叫做以生命呐喊福音，用你的生命来讲道，这是教会邀请，也是教会对咱的期待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今仔日圣经诗篇112篇第1节、第2节，伊讲：恁着学了耶和华，恁着敬畏耶和华，爱欢喜伊的命令。这种的人有福气，伊的后代要强盛。正直的人的后代要得到祝福。恁有羡慕这种的祝福吗？恁相信这种的话是圣经上帝所应允、真实的应允吗？恁若相信，恁就对这个来祈祷。咱若相信，
咱就伫咱的生活中间安尼主张，自对今仔日开始，我要我的家族、我的囡仔，因一生敬畏上帝。伫敬畏的中间，也求上帝你，互阮的囡仔有尊贵、有圣洁，互因一生活出上帝你家己的荣耀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因为所罗门讲，敬畏耶和华的人要有富足，要有荣光，要有活命。在咱的人生中间，咱所期待甲追求的成就是什么？这称荣嘛。今仔日的启应文。无你求这个，因为这是世间人所求的。无你烦恼看路，要食什么、穿什么、用什么。愿天父上帝将阳光、尊贵、富足，甲真实的活命。咱有一摆生，有一摆死。今仔诗会手结长老的祈祷，是对你内在的感触。到这个会的牧师甲长老，阮对人生的宝贝。愈深刻的珍惜，咱就失去咱所敬听的共商长老。伫最后的2天，我去看伊的时，我甲伊比赞，其实毋是甲伊讲赞，我的意思是肯定学老咱的长老，伊伫病痛的中间迄种的勇敢坚持。我甲伊比安尼的时，有足侪感触。上帝上好，咱的生命嘛上好。伊甲我摇头，但是微微咧，虽然足痛，笑袂出来，但是其实伊迄个面容有微微笑，迄种的感觉。兄弟姊妹，伫今日礼拜堂的中间，今仔日有一个新入来的红婴仔，叫做雨杰，拄出世。咱的家庭是安尼，咱的教会嘛是安尼，有新生命，有安息的生命。或者生，或者死，拢袂通假当上帝对咱的听。原来你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上帝讨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帮助我的家庭，建立敬虔的信仰。也这，咱做伙将这间教会仰望伫上帝，有水的建筑物无啥物了不起，有水的生命甲敬虔的心。这是了不起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，独独只有阳光，搁再阳光，是上帝阳光充满伫咱的中间，也来咱愿意用敬虔来阳光上帝伊的存在，咱愿意用敬虔来阳光上帝临在伫即阵信仰的囝儿甲查某囝，互人知，阮是信靠上帝。所以敬虔本身会带予咱真大的改变。有敬虔的心，你做礼拜就袂迟到啦。你敢同意？有敬虔的心，你做礼拜就袂凊彩。我常常发现人有这种的习惯：准时的人永远准时，迟到的人永远迟到。因为准时的人，伊心中迄个活动，伊心中迄个代志，时间也未到，伊提早到。兄弟姊妹，敬虔会帮助基督徒积极去修圣经的话。敬虔会帮助基督徒，伊讲上帝，我虽然是一个凊彩的人，但是伫你的话顶管我袂使凊彩。你是就是是，毋是就是毋是。行了，我随便解说这个圣经的话，直到青梅带青梅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有敬虔的心，敬虔的心是因为圣神的临在，敬虔的心是因为圣神活伫咱的心内，迄个圣神甲咱同在的时，咱就感觉我的生命无凊彩。所以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，互咱的心有敬虔，因为咱的上帝爱咱敬虔。代表讲。咱的上帝耶和华，伊爱人敬畏伊，伊嘛爱人祈祷。就亲像拄则敬拜赞美的时，伊人讲：当我无法度祈祷的时，我有缘伫勉强的中间，通过祈祷来看见上帝的怜悯甲帮助。这就是仰望耶和华的慈爱。
代表讲，当你敬畏伊、仰望伊的慈爱时，上帝的作为写伫第13节。上帝的确坚固你的门，伊所开的门无人会当关，伊所关的门无人会当开。这就是这段圣经的意思。上帝开稳定的门，上帝关迄个试探甲保守的门。该开的是开，该关的是关。上帝坚固咱的门徛，上帝祝福咱的囡仔。咱拢无外交，其实咱拢真平凡。但是咱拢期待咱的囡仔出状元。咱敢捌问讲凭什么？咱拢望咱的囡仔够读册，咱拢望咱的囡仔以后成功的事业。但是咱敢捌问过？我遮尔平凡的人，我较会堪得安尼甲上帝讨？毋是咱，是因为咱的上帝。兄弟姊妹，伊要互你的境遇平安，伊要用上好的稻啊、麦啊来满足咱生活的需要。所以耶稣讲，你的日息，天父上帝要赏赐你。这就是因为咱敬畏上帝，所以咱伫主的面前，咱要得到怜悯。所以伫敬虔的生活的内底，我要甲咱分享3个细节。第一，就是心中做礼拜，好不好？兄弟姊妹，毋免牧师伫礼拜前叫即个咱的音控室铺一张讲，请将你的手机关起来，或者转成震动。咱主动。咱在这个时间是要创什么？也求天父上帝帮助你，互你欢喜，准时做礼拜，较早来做礼拜，较早来要创啥？杨牧师，我若较早来要创啥？要创啥？扫涂骹。你敢捌做礼拜真正来扫过涂骹？10个9个无啦。你问我牧师，我现在个较早来，第一个理由来扫涂骹。咱的教会过去拢是老阿嬷咧扫，像素姐啊，因较早爱对古仔庄行2公里，真早就行来，阮是丢老娘丢成几顺年。咱的老辈较早是安尼，清早的时就来扫礼拜堂。咱来到教会，感觉遮尔清气，咱感觉足自然就应该清气嘛。但是后来有一日，咱的青年，其中有一个足特别的，叫做汉卫，毋是汉卫。汉斌，伊看到阿嬷遮尔辛苦的时，伊拄读高中，也未出国，伊就去招遮弟弟妹妹兄弟姊妹。对迄个时阵到今仔日，我想超过20年，哇！遮青年咧扫咱的教会礼拜堂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因为咱的教会是一个有较特别的所在，就是咱多数的人拢住伫外环，恁开车来到教会有一段距离。所以牧师无安尼勉强恁一定爱安尼，但是恁爱感谢，恁爱参与，用无共款的温素来参与这间教会的建设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地地，遵守安息日，遵守礼拜日，做礼拜是理所当然，是基督徒的本分。韩国教会有一种的口号，伊讲有2项物件是上帝恁袂使无遵守。第一就是安息日的时间，礼拜日的时间是上帝的。第二，上帝所赏赐你的产业中间有一部分叫做11奉献。所以对古早对圣经、基督徒、犹太人拢遵守。上帝你分别最圣的，归伫你的名。犹太人用安尼来经验上帝祝福，准时尊重礼拜的天数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礼拜的中间，咱伫上帝的面前，咱甲上帝讨讲，主求你帮助我，互阮的教会是一间敬畏上帝、享受礼拜，伫礼拜中间也甲上帝你来亲近。这是第一个，咱将敬虔实行伫咱的礼拜中。第二，敬虔用伫咱对圣经的态度。你有了解无了解，你拢接受，
因为这是历代的圣徒伊留予历代的教会一本上帝的话，见证上帝、传达上帝的律法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有了解无了解？这本不是普通的册，这本是上帝的话。咱敬畏上帝，所以咱嘛敬畏伊的话。这是咱的教会500年来的传统。一切的思想，一切的问题的答案，拢进入伫圣经的中间来听、来吹、来读。求天父上帝赏赐这个敬畏圣经的态度，伫这间教会，和这间教会所有的思想、主张、价值观念，拢定心带到圣经的内底。敬畏耶和华，尊叹伊的道，尊叹伊的话的人有福气。诗篇128篇第1节，毋是干那听，是实行上帝的话。求天父上帝，互咱明白，愿咱的教会，愿咱的家庭，用圣经来建立咱的心思意念。上帝的奴仆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，照着咱共同的信心，爱认明白敬虔的真理。这是今仔日初代教会保罗为着初代教会祈祷，这嘛是教会为着今仔日所有的兄弟姊妹的祈祷。求天父上帝互咱，因为信，咱就明白敬虔的道理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清气的水都要摕清气的杯仔来滴。圣洁的福音嘛，需要用圣洁的活命来承受。人非圣洁，不能见主面。就亲像有敬虔的外貌，若无敬虔的心，就无法度真正明白上帝的真道。保罗安尼祝福伊的兄弟姊妹，祝福伊属灵的囡仔提多。伊讲愿咱共同的信仰，你成做真实的行事。咱是圣洁的教会，历代2000年来基督的教会，真正的行事。愿恩惠平安，惦伫恁的一生到永远无尽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第3个细节，伫什么所在落实咱的敬虔？伫生活，伫生活中间上少有这几项代志。咱常常教咱的囡仔背这节的圣经，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，总在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亲近上。咱的囡仔嘛拢要背，但是咱敢有伫咱的家庭、伫咱的囡仔面前安尼主张讲，我无凊彩讲话。我无凊彩我的行为，我听人有真实，我信上帝是真心。我的婚姻、我的家庭、我的事业，拢有清气。咱的囡仔知影，咱的信是认真的，还是凊彩？主怜悯咱，互咱的教会一代比一代更加敬虔。感谢上帝恁，感谢兄弟姊妹恁。对教会的尊重，所以对心中真欢喜，会通甲咱做伙伫这个所在生活。恁的囡仔对牧师的尊重，恁对教会的尊重，是因为恁对上帝的尊重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祷告，使阮的囡仔将来要有节制，使阮的家庭要有敬虔。上帝祝福咱，到永永远远。咱当心来祈祷。耶和华阮的上帝，你是阮历代祖先的上帝，你是阮教会当信信仰前辈的上帝，你嘛是阮今仔日的上帝，你嘛是阮的囡仔到代代无尽的上帝。主愿恳求你的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，陪伴阮内心这个人，阮内心这个人
开始因为你的同在，阮对心中讲：圣在，圣在，圣在。当你的圣神临到伫阮的心的时，阮的心中有一种的敬畏，有一种清气的意愿。主求你帮助阮的心、阮的家庭、阮的教会，祝福阮的教会是一间敬虔的教会，永永远远尊主你最大。祈祷我给他说圣名，阿门。